啊？那你现在说也来得及。我喜欢你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不要，我说过了。你等等我，再说一遍嘛。不是说好一起吃早饭吗？干嘛去了？你干嘛不穿衣服？我在自己家洗澡，难道要穿着衣服洗吗？请问从大律师这样，算不算宣传民宅？你先穿衣服吧，我一会儿再来。等等，把那边的衣服给我一下。让你拿衣服，又没让你走。你身上的味道有点好闻。那你想要吗？要什么？沐浴露啊。你还是把你家密码改了吧，免得我哪天又忍不住进来，看到一些不该看的，那才尴尬。密码就不改了吧。虽然我们中间只隔着2道门，但关键时刻，它就成了我们沟通的阻碍。我不想你生着气入睡，也不想你醒来的时候因为昨天的气话而后悔。我宁可关键时刻你打开门冲到我这儿，对我发泄不满，这样我就可以抱着你哄你开心了。让我们把所有不愉快的事儿留在昨天，好吗？我费尽口舌说了这么半天，你都没一点回应啊？哦，就这样？如果下次再这样，可就没这么容易过关了。我家的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但来之前麻烦短信通知。你不介意被突袭，我可介意。